5月14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制定11世班贤喇嘛失踪满26天的日子。在咱台湾的西藏人甲民间团体有举办记者会，要求中国释放班贤喇嘛。Free 丹盘喇嘛 now！Free 班禅喇嘛 now！Free 丹禅喇嘛 now！透过视讯，伫台湾的西藏人士参台湾民间团体发声，爱中国马上释放失踪26天的11世班贤喇嘛。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最近当咧分假，这场记者会特别改伫线顶来举办，而且遵守室内个人的规范，轮流来讲话。那本来我们都已经申请好路权，要去中国银行前抗议。我们觉得防疫非常重要，但是抗议中国政府也同样重要，所以我们就完全符合这个指挥中心防疫的规定。参加记者会，西藏人士表示，11世班贤喇嘛自6岁甲伊的厝内人消失到大，算起来已经32岁。因过中国官方对外讲法直解，违反国际人权。这场线顶的记者会的诉求，除了要求释放班贤喇嘛，嘛要联动挂界抵制明年北京冬季奥运。我们觉得中国政府它历来的侵害人权的事情呢，都违反这个奥运的精神。那全球都应该站出来抵制，然后也在酝酿，就是说希望立法院可以通过一个决议文，然后来呼吁台湾的这个奥委会以及相关的这些运动员可以不要去参加。大矿会嘛指出，中国这几天打压西藏，全世界拢知，因除了要求中国爱护挂界，知影班贤喇嘛的生死，所落来嘛针对2022冬季奥运伫中国北京来做抗议。目前除了线上的人数，预计6月23世界奥运日嘛就街头。不过，若疫情无转好，赶快利用线顶的方式来举办。记者陈雅文、赵随台北报道。